分享收看客家名录学站。每日的行业新闻，114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語文競賽總決賽，12月6號在進修科技大學隆重上場。今年客家委員會老高雄市政府共下合作，總共下來全國246隻學校，佔邦55隻隊伍報名參加。在經過各體初賽激烈競爭之後，總共有72隻學校，帶16隊優秀隊伍成功入選全國總決賽。最尾有72隻學校得到多項榮譽。客委會副主任委員邱勝偉未代表顧秀輝主委到現場老選手加油打氣，並鼓勵大家繼續講客，本客為老文化仍舊傳承下去。客委會強調，得獎雖然達得天庭，不過比賽hand下從了解意義，係為到激發成人的使用行業嘅自信心老興趣。也希望在比賽結束之後，大家參賽者嘅參加，未地推動行業本化繼續傳承下去地圖。擔任當重要嘅角色，以上係客家名錄學人嘅報道。接下來我教大家基本嘅每日嘅行業潮係得獎。禮拜比賽單項有當人得獎，禮拜比賽單項有當人得獎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上來了。